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李家新利者。今日而家星期六8點鐘，頭先喺間房就冇乜特別嘢做，睇翻啲成交。其實7月份咧，暫時開局4日咧，每日嘅一手成交咧就每況愈下嘅。咁但係就想回顧翻上個月嘅6月份一手成交有幾多宗咧？咁一手成交咧上個月咧就有845宗，咁同5月份嘅對比咧2098宗咧，其實跌咗59.7%，差唔多跌咗60%嘅。咁連續16個月過千宗嘅一手，終於斷纜啦。就幾個原因啦。第一就冇乜大盤出啦，但係嚟緊今月7月份咧就有元朗嘅千羽啦，新鴻基566伙會出Parsilicon， 咁睇下出唔出得切啦。預計今個月嘅一手成交都會係過千宗嘅，都樂觀嘅。但係其實上個月雖然跌咗60%啦，即係個一手成交量，咁但係咧要大家留意過億嘅成交咧，6月份咧有20宗嘅過億成交，咁比5月份咧過億成交咧只有7宗嘅，係啦，升咗接近2倍嘅。OK， 咁同埋咧呢幾日由4月到6月尾7月頭咧大額嘅成交咧反而咧倍升嘅。OK， 譬如6月30號套現差唔多接近10億嘅，做一間就係淺水灣嘅頂層嘅複式4022尺，成交咗3.2億8萬蚊一尺。而家仲有5間特色單位啦。另外同一題外做咗3間6.6億套現，平均每一間就2億2。就係一日套現咗10億。題外仲有12間啦。另外6月初開咗一個波老道2期應天，加埋1期咧就賣咗呢一個月內買咗幾多咧？上個月賣咗呢個7間2粒特色單位，3億幾，12萬一尺，創咗新。total 套現咧一個月咧，淨係波老道呢個項目咧1、2期加埋咧套現咗10億。雖然嗰個市場成交量係跌咗60%，但係反而1億元以上嘅成交咧，可以留意係升咗2倍，同埋單日套現咧係10億，同埋一個月波老道係套現15億嘅。OK， 咁嚟到7月份，雖然頭先講過成交量係比較少嘅，每日都係大約得10宗鬆啲啦。但係咧譬如前日有個新聞消息啦，大家都知啦，北角嘅海船一個特色單位咧創咗呢個港島東嘅新高嘅尺價新高啦。成交咗2億係啦，呢個單位海船2373尺加2個車位，成交2億，84000蚊一尺。比起單位成交咧足高咗咧萬幾蚊尺嘅。你可以見到咧個成交量咧其實係豪宅係一路繼續有市場嘅。OK， 7月4號啱今日最新消息咧，就係中環嘅雅盈峰咧成交咗個單位咧就 26B 1254尺，交咗尺價幾多錢咧？72000蚊一尺，成交咗72000蚊，成交咗9028萬。想講一講咧呢個成交啦又 B 啦，對上嘅樓上 B 單位咧成交咗間28樓 B， 即係簡單係5月27號成交嘅嗰間，即係高2層添，仲要比而家今日呢間同一個尺數、同一個景觀、同一個戶型，成交咗59800蚊一尺，4798萬，即係簡單同今日嘅對比9028萬，講緊一個月多少少時間啫。貴咗幾多咧？依間係貴咗15萬嘅，仲要係低咗2層。所以發展而家得翻8間嘅啫，相信都繼續會創新高嘅雅盈峰。我哋喺6月尾咧，我哋新界區都做咗間26嘅，1608尺加78尺嘅平台單位啦，叫做少少平台單位。我哋都創咗新高嘅，當時雙破頂嘅，68000蚊尺，1.09億交咗。我哋68000之後已經好貴咧，今日仲誇張啲72000，仲要唔係一個特色單位添。所以嚟緊雅盈峰咧，我相信未來咧有機會挑戰係75000甚至8萬，甚至乎更。所以今個月個走勢咧，一手成交咧比上個月845宗咧，應該都會多翻少少，係啊。但係大額嘅成交、過億成交尤其是睇到個趨勢咧，就冇乜影響到，比上個月嘅可能837號令可能要合規資金落嚟香港買樓要合規資金等等有影響咧，就感覺唔到一個有咩嘅特別太大影響。可能因為早前啲資金已經喺香港啦，反而好似個感覺仲快咗啲。所以我哋睇今個月嘅市況咧，豪宅嘅成交咧
基本上咧係冇影響嘅。咁中小型物業就好千羽啦，新鴻基下個禮拜可能會出價，佢想推嗰個量數多唔多啦？咁同埋 Pacific 鼓動一個全新嘅片區項，咁啊講唔講得切7月推啦？如果講切7月推，咁啊過1500宗都冇難度。如果講唔切，應該都可以過1000宗嘅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先，咁啊下一轉就可能再會講翻上半年究竟樓市個表現、樓市嘅成交係幾多呢？咁啊希望下次再同你哋大家分享。